社會福利署於4月1日設立社區親子中心，支援有需要嘅家庭。救世軍本着傳揚福音嘅使命，並以基督之名營辦服務，無分彼此回應每個家庭嘅需要。恩家社區親子中心以兒童為本，遊戲介入為核心，按孩子成長需要劃分區域。孩子透過遊戲認識自己同世界，慢慢建立能力同自信。我哋重視家長同行，中心社工同幼兒工作員會示範回應孩子嘅信號，陪玩嘅有效方式，等家長將呢套互動模式帶返屋企，令親子關係更加親密。幼苗探索天地提供一個安全、柔軟嘅空間，俾孩子用自己嘅節奏去探索、練習翻身、爬行等發展任務。家長可以了解孩子唔同嘅成長發展階段，學習鼓勵孩子，讀懂孩子嘅信號，用一致而溫柔嘅方式建立安全感，為孩子自我調節能力打好基礎。中心設有安靜、舒適嘅育嬰室，方便家長同孩子餵食、換片同作短暫休息。活力山谷係挑戰大肌肉嘅天地，親子可以一齊玩，建立更親密嘅親子連結。跑、跳、攀爬、平衡、跨越係孩子建立協調、空間感同自信嘅重要里程碑。仲特設家庭隧道，由孩子帶領家人完成挑戰。高能量遊戲後，可以去到小基地玩一啲靜態遊戲，讓家長更了解孩子需要，陪同孩子學習調節節奏。大樹區係親子主題遊戲區，除咗親子閱讀外，家長同孩子可以進行角色扮演遊戲，模仿大人照顧公仔、扮買嘢，練習語言同情緒表達。喺度搭建積木，培養專注同手部控制能力，體驗社交合作同協商。光感山洞係多感官探索區，以發展式設為基礎，讓孩子承受到調節刺激節奏，透過光影互動、唔同質感體驗，練習專注、追視、手眼協調，喺新刺激環境中學習慢慢適應。彩虹小瀑布係親子水玩區，潑水、倒水，孩子可練習手腕控制、手眼協調同專注力，又可以理解多同少、滿同空嘅概念。大啲嘅孩子透過建立水道、合作運水，學習因果同計劃；家長學習以提問代替指令，用欣賞代替催促，支持孩子自己解決難題。綠油村莊係親子煮食同生活學習空間，並回顧親子遊戲中嘅互動。中心職員同家長會討論同示範，用正面語句回應孩子，讓家長將技巧同信心延伸到每日嘅生活。希望每個家庭可以喺遊戲中拉近距離，互動中學到方法，將溫暖同技巧帶返屋企，陪孩子一路成長。期待好快見到大家。